剛來看台中霧峰的花里鋼鐵廠，最近是去民眾指控講是農地違建，早在3年前就去市府下令停工啊，煞甲單也擱咧經營。這業者是表示講，是因為目前用地也咧想辦法行政救濟，因台中市政府也講已經壓罰177萬。工廠的作業是轟轟叫，工人無用伫甲鋼筋塑形含加工。在台中市霧峰區的花里鋼鐵廠，和附近的民眾指控講是農地違章工廠。2022年10月，早就已經和台中市政府下令停工，但是甲打擱在營運，最後一直檢舉真正攏無結果，大罵市府是拍假球。陳情的控訴只換來一個單位推一個單位，請問台中市政府，你們為受害人民做了什麼？市政府，你們停止運轉了嗎？打假球，有公文勒令停工，實際上他只要再繼續罰款就好，只要民眾檢舉就罰款，沒檢舉就沒事。指控的民眾和環保團體17條開記者會，批評台中市經發局2月才拄公布查到571間無登記的工廠下令停工，所以花里鋼鐵廠底下繼續務，要求隨提出公權力對於斷水斷電。2007年創立的花里鋼鐵廠，廠房佔地是1200坪，目前員工差不多20個人。業者強調講，廠房的用地確實是農地，而且在水利署烏溪流域尖細景市區內面，這一直無法度摕到特定工廠的登記。2022年申請立管後邊都和市府下令停工，目前在做行政救濟，而且找其他用地。政府有那個勒令停工，但是我們也有去尋求自力救濟啦，他們也都來開單啦，我們也是有去付這個罰單啦。老闆也說去找一塊地。合法的。王小姐和款團攏呼籲政府愛負這個輔導業者搬遷的責任，而且限期來拆除建物，無因無擺拄繼續抗議。記者綜合報道。